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真欢喜咱继续来收听咱厝边隔壁大家好台语的广播节目。咱过一礼拜的时间过得快乐吗？我想咱每一日拢有无同款的经验，每一日拢有无同款的经历所过的日子拢伫神的看顾下面。希望本着欢喜感谢的心，继续来主持这个节目。在节目中间咱要会当听到生命美娘，这活命的娘，咱要分享圣经的真理，咱大家做伙来参考，互咱会当透过活命的美娘，咱来认捌耶稣基督，互咱的应许，互咱的恩典。这阵希望要跟咱继续来分享祈祷文的第6句咱要先来读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13节。第9节，所以恁祈祷爱安尼讲，咱在天顶的爸，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顶，亲像行伫天顶。咱用的啉食，今仔日赐予阮，免了阮的罪，亲像阮免了人的罪，无互阮拄了试探，叫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拢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咱今仔要来分享12节，讲免了阮的罪，免了阮的罪。咱若想一个人若欠罪，身躯真重，袂快乐。人讲人情罪上歹行，有债务在身的人，就亲像大粒石头缀伫肩胛缀伫身躯，所以真正艰苦。咱最近的社会真正若像咧破病因为自从这个银行啦，也是讲这个金融单位啦，推出真济刷卡哇，快快乐乐买物件好，足方便呢，唔免用现金随时来刷卡下个月才来付。若有钱就总甲付若无钱就付迄个上低的这个金额其他的就来生利息这讲起来存款利息拢惊人的呢。所以迄落捌真济这无信主的朋友嘛有啦有信耶稣的嘛有啦有的安尼刷卡刷呢毋知影讲刷一遍就安尼一条负担啦咧刷卡的时阵买物件免摕现金，总真快乐。但是后日真正这个发卡的公司银行都一直甲你推销所以这个有债务的人真正是辛苦毋若安尼最近还有迄个对学生安尼开放迄种现金卡就是讲你若无钱，你会当去延缴现金。其实这是一个社会真正进步伫这个时代所拥有的这种讲起来是真快乐的代志啦若无钱会使来甲银行借甚至有迄个现金卡先安尼倒一寡钱出来用。但咱敢知，其实欠钱总是爱还的啦无人迄个讲钱毋免还的。而且金融公司嘛是借着安尼放款出来要来借着放款收利息，伊当然才会当维持这公司的营运啦当然政府嘛同意讲这银行金融单位、金融机构这公司会当做这个放款的动作。但咱知影咱若深深去了解一下这个存款利息讲起来是真重的所以到底无迄个讲欠钱免还的，你欠钱延缴现金借钱同款爱还啦毋是借钱免还所以咱真正爱安尼重严严来思考有的父母囡仔安尼刷卡，结果煞变做浪费嘛变做安尼毋对的态度所以人有债务银行就甲你约透过法院厝就用拍卖你的不动产就用拍卖所以人真正辛苦但咱读到这个圣经主要所带咱应许讲要免去咱的罪。我想咱对耶稣对这位神到底咱欠伊是啥物罪？咱未欠耶稣现金啦因为伊也未用现金来借咱咱嘛未欠伊人情其实有的人对人情来讲，重情的人会感觉这是恩典，但为了毋认捌耶稣，嘛无感觉耶稣替咱死是大恩典
但咱思想吼，咱人的灵魂内面真正有足要紧的迄个罪担，罪无解决吼，互咱心袂快乐。所以有人就安尼讲，包括诚侪人拜拜嘛是安尼讲，讲互人有迄个罪业吼，所以有罪的人吼心就袂轻松啦吼。这耶稣讲要免去咱的罪，其实要免咱啥物罪呢？我想毋限定这个咱规身躯的这个。讲起来吼，金钱的罪啦，人情的罪啦，耶稣基督要紧要拯救，要赦免咱的罪罪啦。因为这约翰福音8章34节咧讲吼，着囝才会当住厝里呢，着囝才会当享受平安呢。所有犯罪的人吼，拢是奴仆，拢是奴才呢。这奴仆嘛，袂当永远住踮厝内哦，因为囝才会当永远住伫厝内。所以天父囝若互咱自由，咱才会当得到真自由，才会呼应吼。咱所读马太福音第6章第12节，才讲免了咱的罪。耶稣基督，伊就是为着要免咱的罪，要赦免咱的罪罪吼，来到世间的呢。所以要互咱会当安尼罪拢赦为耶稣的身躯，咱才能得到平安。人要真正喜乐，爱无罪一身轻呐。所以咱信耶稣的人吼，无罪罪。耶稣要拯救咱灵魂内底的罪，因为罪正做最重的罪。罪罪是人无再有解决的，毋是修行，毋是干那做善事，毋是捐钱还是讲做功德，罪罪会当得到赦免，无可能的代志呢。其实罪罪爱流血，咱过去太鸡、太牛、太精细共款。所以希伯来书讲，耶稣是最美的祭物呐，伊替咱死伫十字架顶，献伫神看做好、看做对的这个祭坛顶面，为咱留出宝血。咱看到迄个耶稣受难记这部影片，迄是历史实在记载，嘛是耶稣亲身的经历。因为伫伊降生进前750年前，以撒先知就已经预言了，伊为咱承担苦难，那亲像伊犯错，互人刑罚极大，总是伊所受的鞭拍，咱得到医治；伊所流的血，咱罪得到赦免。所以，希罗利遮要甲咱分享，耶稣基督，伊要免咱的罪，其实要免咱的罪罪。人因为罪罪，所以咱会讲歹，咱会学歹，咱会做歹事。罪若得到赦免，咱毋免继续伫罪罪内底受压制，才做罪奴仆。因为有罪人终归要爱死。主耶稣讲互我在我，生命嘛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嘛的确要去活。既然要活着信我的人，的确袂死。感谢主，主耶稣安尼甲咱应许，伊真正要拯救咱的生命，互咱相信伊的人永远袂死。这就是无罪就免死，咱就得到自由啦。所以咱常常安尼祈祷，咱就少念着主耶稣的爱，讲伊要互咱日量的饮食，使咱所需要的物件，特别要去赦免着咱的罪罪。愿主耶稣互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拢会当明白，咱既然灵魂无罪罪，无罪就一身轻，咱会当享受主的恩典。大家平安。